大家好，歡迎收聽國際觀察站嘅節目，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阿 K。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即係雖然啊，就英國咧就再次換咗首相啦，亦都係早前咁樣。咁但係咧都同大家回顧一下啦。喂，其實點解由2016年到今時今日呢10年入面，英國點解喺10年之間換咗6位首相呢？而唐寧街10號嘅大門點解就好似一個 7-Eleven 咁樣叮當一聲，又換咗另一個客人入去呢？咁樣究竟啊，喂，係英國首相個位真係太難坐，定係班政客真係講得俗啲，屙唔出屎賴地硬呢？咁樣嗱，咁今日嘅我哋國際觀察站呢，就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啦。究竟啦，喂，成個英國究竟管治危機入面出現咗啲咩問題呢？究竟首先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就係由卡梅倫時代開始，喂，點解打開咗呢個脱歐嘅一個潘多拉盒子呢？咁亦都係啦，點解當時為咗平息黨入面嘅爭奪權力，點樣由一場脱歐嘅公投將自己國家甚至乎自己嘅權力推到落去懸崖呢？咁樣，甚至乎啦，亦都探討埋約翰遜喺疫情期間嘅派對門點樣摧毀咗成個西敏寺嘅尊嚴。去到最尾啦，45日嘅卓慧思點樣用一個減稅方案去差啲整死咗成個英國退休金嘅系統呢？咁樣最尾啦都探討一下啦。咁其實係咪出現咗一個結構性嘅崩潰呢？無論係保守黨定係工黨上台都救唔翻呢一個位呢？咁樣嗱，節目開始之前啦，都希望各位咧可以繼續留意我哋 channel 啦，亦都可以下面留言，亦都可以 like 啦，亦都可以 share 出去，亦都喺下面咧 subscribe 翻我哋嘅 channel 咁樣嘅。嗱，咁啊頭先都講過啦，我哋今日就會講下英國10年入面點樣換咗6位首相啦咁樣。嗱，咁啊開始之前咧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咁其實依家英國嘅首相咧就係嚟自工黨嘅貝安特啦咁樣，有機會都介紹一下佢啦咁樣。不過今日嘅節目都係回顧翻前6位嘅首相。咁啊首先啊，嗱，英國倫敦西敏寺區咧，咁有一個好出名，全世界最出名黑色大門啦。咁啊門入面咧，門上面咧就掛住一個金屬嘅阿拉伯數目字10嘅咁樣，代表住就係英國嘅首相府唐寧街10號。嗱，相信好多嘅遊客啦，甚至乎好多人咧去到英國啦，都一定會去到嗰度打卡㗎啦咁樣。嗱，咁啊喺呢一度大門後面咧，其實住咗一隻好出名嘅貓啦，咁佢就叫 Larry 啦咁樣。Larry 嘅正式職銜就係內閣辦公室首席部署官啊。咁啊2011年開始咧，咁啊 Larry 就俾人接咗入去唐寧街10號嗰陣咧。當時英國嘅首相就係卡梅倫。嗱，去到今時今日10幾年過咗去啦，Larry 咧仍然就喺唐寧街嘅地氈上面瞓覺啦，繼續捉老鼠啦，繼續好悠閒嘅，依然就喺花園入面玩啦咁樣。但係佢嘅老闆即係英國首相咧，已經係換咗足足係有6個㗎啦咁樣，由卡梅倫啦、文翠珊啦、約翰遜啦、卓慧思啦、辛偉誠啦。再到經歷大選之後，再上台亦都落埋台嘅工黨施紀賢啦咁樣。喂，而令人更加震驚嘅就係啦，其實就喺2026年嘅6月，咁啊啱啱上任咗2年嘅施紀賢呢，竟然就喺首相府入面就宣布請辭啦咁樣。呢意味住啦，英國即將喺短短10年之間，其實迎嚟咗第7位嘅首相，就即係貝安德啦咁樣。嗱，最誇張嘅一年其實就係2022年啦，英國人喺1年入面呢，甚至乎經歷咗3位首相嘅統治。網上面甚至乎有個都幾地獄嘅笑話啦，有個英國 BB 仔出世，到佢滿月嗰陣，佢已經經歷咗3位首相、2位君主同埋4位嘅財政大臣，即係都暗串一下就係其實已經換得好密啦咁樣。面對呢種走馬看花，好似玩音樂凳或者爭凳仔嘅一個政權更替啦，嗱，唔單止外國媒體覺得不可思議啊，甚至乎其實咧英國各大立場嘅時事評論員都開始問一個問題。喂，英國社會係咪已經變得呢個 ungovernable 呢？即係已經係冇治理嘅可能呢？即係咪代表住任何首相邊個黨都好啦，都逃唔過一個好急腳落台嘅宿命呢？咁樣嗱，咁我哋有句好香港嘅俗語咧，就叫做香港屙唔出屎啊賴地硬，或者係代表為你自己唔得啫，你啊即係喺度賴地下硬咁樣啦，係咪先？嗱，將呢句説話擺翻喺英國身上，我哋今日要探討嘅核心問題就係。究竟英國呢個情況，即係成個社會、成個體制，係咪真係衰到已經冇治理可能？喂，定係嗱？正如一啲嘅《金融時報》一啲報紙嘅政治評論人所講，喂，英國唔係無可治理，佢只係俾呢一班首相治理得太過差呢。咁樣。咁其實呢，
英國有個嘅 broadcast 主持人咧，都曾經反問過聽眾一句好精警嘅説話㗎。喂，依家落咗台嘅呢6位首相，如果用過去標準嚟睇，你會想留住邊一位？嗱，咁我哋今日都會繼續探討一下呢個問題啦，咁樣剖析一下啲地方政府接連破產嘅一個連鎖嘅崩潰出現咗啦，咁樣嘅，亦都係啦，慢慢深入翻英國 NHS 系統同經濟停滯嘅深層斷症啦，咁樣一齊解釋一下成個英國點解會搞到今次咁樣呢？咁樣。嗱，我哋去到要拆解呢10年一個笑話啦嚇，成個鬧劇啦。我哋必須要將時間翻返去2016年。嗱，嗰一年係成個英國國運嘅分水嶺啊！或者係如果識睇風水命理、睇八字嗰啲，真係要攞呢一年嚟睇下英國嘅國運係點啦。當時英國首相就係卡梅倫。嗱，卡梅倫係一個好典型嘅英國精英，佢嚟自伊頓公學、牛津大學畢業，形象係官仔骨骨，甚至乎基本上係一個政界精英嚟添啦。喺佢執政初期，英國經濟喺08年金融海嘯慢慢復甦緊，但係佢面臨住一個好極度頭痛嘅內部問題，就係保守黨內部嘅疑歐派嘅勢力越嚟越大，加上極右翼嘅英國獨立黨喺度不斷攞走成個保守黨嘅選票，不斷咁樣搶喺度。咁喺保守黨內部，大家有一種好極其神秘色彩嘅組織，就叫做1922委員會。嗱，呢個委員會咧就由保守黨嘅後座議員組成嘅，佢哋攞住一個好恐怖嘅權利，只要有15% 嘅後座議員向1922委員會主席提交不信任信件，就可以強制對現任首相發動黨內不信任投票。咁卡梅倫當時就係俾呢個1922委員會同埋疑歐派嘅議員咧逼到埋去呢個角落頭㗎啦，真係冇氣頭㗎啦，已經去到。為咗平息黨入面嘅內訌，為咗喺2015年嘅大選入面，佢哋希望贏得到選票。嗱，卡梅倫做咗一個超級極之致命，到依家今時今日都覺得係一個政治豪賭嚟嘅，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仲係覺得佢好癲嘅做呢個決定。佢同全國選民承諾，如果我連任，我就會搞一場脱歐公投，將英國留唔留喺歐盟嘅決定交俾全國。卡梅倫當時諗嘅算盤係乜嘢呢？佢當時好自信，因為根據一啲智庫嘅評估，佢認為英國人絕對唔會蠢到選擇脱離歐盟呢一個龐大嘅單一市場。佢覺得公投結果一定係留歐啊！佢只要公投一過，佢就可以徹底咁樣封住黨入面極右派嘅嘴巴，一勞永逸，甚至乎即係講得難聽啲，佢直情係可以即係消滅晒佢哋呢班人，令到佢哋成班人收聲咁樣。佢目的就係想咁樣，但係佢真係嚴重低估咗英國底層嘅民眾嘅憤怒。經過幾十年嚟嘅產業空洞化、全球化同埋2010年代嘅緊縮政策開始，其實英國嘅中北部嘅藍領階層啦、農民啦同埋小鎮居民咧，生活過得好艱難啊！佢哋覺得倫敦嘅呢一班政客同埋金融才俊賺到盆滿缽滿，但係自己就俾呢個時代拋棄，甚至乎俾成個政府係拋棄咗，冇人理佢哋。脱歐派嘅政客就嚟約翰遜啦，睇準呢一種憤怒，開始好瘋狂咁樣去鼓吹呢件事，將所有民生問題咧、醫療資源不足啦、薪金停滯嘅責任咧，全部推晒去歐盟啦同埋歐洲移民嘅身上。佢哋甚至乎啦喺一架紅色雙層巴士上面印住一句巨大嘅一個標語啦，就話我哋每個禮拜俾緊歐盟3億5千萬英鎊，不如將呢一筆錢攞去救我哋嘅 NHS 醫療系統啦咁樣。呢一個嘅雙層巴士一出，當時真係令到全世界都好甚至乎應該咁講，成個英國都好即刻，哇！真係大家都嚇一嚇親喎，哇！即刻呢個廣告亦都係有個成效出現咗。因為去到2016年嘅6月23號，公投結果出爐，51.9% 支持脱歐，48.1% 支持留歐，成個英國好震驚，全世界都嚇一嚇親，即冇諗過原來真係會發生到咁樣。卡梅倫我諗相信佢自己當刻見到結果，佢都唔相信。佢呢一次嘅政治豪賭徹底咁樣輸咗，佢親手打開咗潘多拉嘅盒子。第二朝，卡梅倫宣布辭職，直接擺低個爛攤子，拍籮柚走人，因為佢賭輸咗，輸到係甚至乎將保守黨嘅命運都開始慢慢衰退落嚟啦。喂，咁既然脱咗歐之後都要揾人接手㗎啦，係咪先？咁走咗佬之後啦，接手呢個超級爛攤子嘅就係人稱鐵娘子2.0嘅文翠珊。佢原本其實係一個留歐派嚟嘅，但佢臨危受命，承諾要執行人民嘅意志。佢講咗一句名言嘅，脱歐就係脱歐 ，Brexit means Brexit。佢好快就發現啦，脱歐根本就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嚟嘅。你要脱離歐盟嘅關稅同盟，但又唔想喺北愛爾蘭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設立一個硬邊界，因為你真係會引發好多嘅衝突啦嚇。
你想限制歐洲移民，但又想要自由貿易。阿文翠珊用盡佢一切嘅談判技巧啦，即係不斷去劃船啦，去同歐盟傾出咗一份又一份嘅脱歐協議草案，傾咗好耐好耐好耐。佢每次攞到翻去英國國會，都俾自己保守黨入面嘅極端脱歐派啦，即係叫做歐洲研究小組 ERG 咧，無情咁樣否決啊！文翠珊喺國會入面，當時佢係受盡呢個凌辱啦，亦都當時真係見到佢都好辛苦啊，甚至乎喺演講時候就都喊晒出嚟㗎啦。最終喺2019年，佢都落埋台，接替佢嘅就係當年啦嗰個咧煽動脱歐嘅民粹主義大師咧約翰遜啦咁樣。嗱，約翰遜同佢哋兩個好唔同嘅，佢兩位頭先文翠珊同埋呢個卡梅倫咧都係好精英啊，官仔骨骨，或者甚至乎真係頭先阿文翠珊都鐵娘子，即係見到出嚟都個感覺好唔同。約翰遜就係一個好具有個人魅力啦，頭髮好亂嘅，佢滿口咧就淨係講住莎士比亞嘅金句嘅一個政客嚟。佢用一句好簡單嘅粗暴嘅口號就係搞掂脱歐 ，get Brexit done。咁啊帶領保守黨喺2019年大選贏到壓倒性嘅勝利。佢用好強硬嘅手段，甚至乎威脅係一個叫做冇協議嘅脱歐啊！最終同歐盟簽署咗一份問題多多嘅脱歐協議，夾硬完成咗成個脱歐程序。喂，咁啊叫做完成咗啦。咁但係成個脱歐後遺症好快浮現。點解呢？脱歐之後，數以萬計東歐嘅勞工離開英國，英國嘅農場因為冇人摘蔬果，幾千噸嘅蔬果爛咗喺個地度。貨車司機嚴重短缺，導致加油站排長龍冇油加。超市貨架都空空如也，而成個 NHS 係醫療系統更加損失咗接近過萬名嘅嚟自歐洲嘅醫生同護士，成個醫療危機係開始接近失控嘅。開始啦，大家都記得啦。2020年最出名嘅就係 COVID-19 啦嘅爆發啦。約翰遜政府喺抗疫初期反應好遲鈍嘅，導致英國死亡人數喺歐洲名列前茅。最致命嘅就係摧毀佢政治誠信嘅 Partygate 啦，一個醜聞啦。當全英國老百姓俾政府強制要求喺屋企隔離，當無數嘅家庭連親人臨終前最後一面都見唔到，甚至乎連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都要好孤獨咁樣戴住口罩出席丈夫菲臘親王嘅喪禮嗰陣，英國傳媒竟然踢爆，約翰遜同佢班高官竟然喺唐寧街10號入面違規咁樣舉辦咗真係好多場嘅飲酒狂歡派對，甚至乎有職員啊係偷偷地拖住一整個裝滿酒嘅行李箱入去首相府，而約翰遜啊喺國會上面嘅繼續講大話啦，死口唔認，最尾就俾警方開罰單，成為英國歷史上面第一位在職期間因為違法而俾人罰嘅首相。英國民眾嘅憤怒亦都爆發到頂點㗎，一個要求你老百姓守法，但係你自己就喺後花園飲香檳嘅首相，徹底摧毀咗英國人對於西敏寺體制嘅信任。於是啦，拖下保守黨決定唔得啦，要再次發動逼宮，最尾約翰遜就喺2022年7月被逼辭職。如果話約翰遜落台係因為誠信破產呢，咁接下嚟呢一位嘅小姐，呢位首相呢，咁亦都係純粹因為佢蠢啦，同埋一個狂妄啦，而差啲將成個大英帝國嘅金融根基咧連根拔起嘅。講緊就係全英國歷史上任期最短嘅首相卓慧思，佢做咗幾耐呢？就係45日嘅啫。成個卓慧思就喺保守黨黨魁選舉入面呢，為咗迎合黨入面極右翼同埋自由分子嘅狂熱分子嘅一班人啦，佢提出咗一套極度激進，被稱為呢個卓慧思經濟學嘅理念。佢堅信啦，只要政府大幅減稅就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於是啦，佢2022年嘅9月，佢同當時嘅財政大臣關浩庭推出咗一份震撼全球嘅迷你預算案。呢份預算案宣布咗英國半個世紀以嚟最大規模嘅減稅計劃，總值高達幾多呢？係450億英鎊。但最恐怖嘅係，佢完全冇交代呢筆減去嘅稅收，政府諗住點樣填補喎？喺英國面臨一個嚴重通脹、國債高企嘅情況下面，你無端端就話要借錢嚟減稅，咁你喺經濟學上嚟講簡直係自殺，因為你減完稅之後，政府你冇收入，你點樣去填補你冇講過。但係問題同一時間，成個英國係面臨緊好多嘅經濟問題嘅時候，係好需要呢一筆收入去頂住嘅，但係佢冇諗過點樣去處理喎。金融市場嘅反應就即時係睇得出好血腥，好反映到出嚟㗎啦。英鎊對美元暴跌到歷史最低點，英國國債收益係咁升，幾百萬嘅英國打工仔退休金喺幾十個鐘頭入面面臨爆廠破產嘅邊緣。
最尾係要逼到英倫銀行緊急出手印銀紙買債，先可以阻止到呢一場金融海嘯。阿卓維斯咧就將世界第5大經濟體咧就當成一個實驗白老鼠啦咁樣。當時有啲英國報紙搞咗直播嘅，擺咗一棵超市買嘅冰山生菜喺卓維斯呢張相隔離，就喺度賭啦。究竟喺首相任期長啲啊，定係成個生菜保鮮期會長啲呢？咁結果生菜係贏咗，因為卓維斯45日就落咗台啦已經。接手嘅第5位首相係辛偉誠呢。咁雖然話佢都又係好叻仔㗎，史丹福 MBA 畢業，高盛出身嘅技術官僚，努力咁樣去撤回翻呢個減稅政策。咁但係啦，佢嘅失敗就在於係揾唔到重點。嗱，辛偉誠係一個對沖基金出手嘅一個政治新手嚟嘅。其實如果你叫佢處理一啲基金呢，佢係好叻，但係問題處理政治呢，佢係缺乏咗一個實力啦，同埋核心信念嘅。嗱，面對問題嘅前任留翻落嚟嘅一啲嘅後續處理問題啦，佢選擇逃避同埋妥協嘅。結果唔單止唔可以拉住保守黨嘅聲勢，自己嘅支持率反而跌到同黨一樣，剩低翻2成，比衛報更加係批評為呢個難以名狀嘅失敗。咁大家都見到啦，卓慧思同辛偉誠留低嘅就係一個千瘡百孔啦，經濟信譽完全破產嘅英國，而英國地方體制更加係走向咗一個多重器官衰竭添嘅。其中最令人震撼嘅就係英國地方政府嘅破產潮 Section 114 Notice。喺英國地方議會負責照顧老人家啦、收垃圾啊、維修道路啊，同埋提供特殊嘅教育嘅。但係啦，因為中央政府10幾年嚟係咁 cut budget 啊，加上通脹爆升，英國第2大城市伯明翰啦、諾定咸啦、呢個薩里希斯咧等呢10幾個地方政府其實相繼都宣布破產嘅。伯明翰市政府破產之後啦，街頭嘅垃圾都冇人收嘅，垃圾堆度係成咗山咁高。地方稅項呢，但係就係咁加咗接近10%咯。根據呢個 CCN 佢哋嘅最新警告啦，因為特殊教育嘅巨額赤字啊，全英國高達3/4嘅地方政府都面臨緊一個破產危機。中央政府停滯，地方政府又破產，而英國最引以為傲嘅 NHS 國家醫療系統呢，都唔好得去邊㗎啦，都接近走到絕路添當時。因為醫生同護士嘅人工10幾年嚟其實冇乜點樣增加，加上工作量巨大，大批醫護人員離職，甚至乎移民去到澳洲。喺英國，如果你要真係要 call 白車入急症室，可能要等幾個鐘頭。但如果你要做一個非緊急嘅手術，即係例如係可能真係叫做一啲預約咗嘅換膝頭哥啊呢啲呢，你排隊名單可能等緊係1年至2年嘅，甚至乎你會再耐啲添。總共係有超過700萬英國人喺度排緊隊，仲等緊睇醫生添嘅。因為生活逼人嘅關係，好多火車司機啊、郵政員工啊、老師，甚至乎連急症室護士同啲初級醫生，其實都爆發咗英國幾十年嚟最大規模嘅罷工潮。成個國家嘅公共服務好似就嚟癱瘓咗咁樣，都 feel 到就係隨時會爆發嘅所有嘢都。去到2024年，英國選民終於忍無可忍啦，喺大選入面用選票狠狠咁樣懲罰咗執政14年、換咗5位首相嘅保守黨。工黨嘅黨魁施紀賢呢，就帶領工黨贏到壓倒性嘅勝利啦，成為10年嚟第6位嘅首相。佢上台之後都冇乜空間可以去到慶祝㗎啦，因為佢一打開成個工黨政府打開國庫一睇，發現裡面係只係剩低一個高達220億英鎊嘅財政黑洞。於是施紀賢第一時間面對嘅就係依然係加稅同埋削減福利，引發極大民怨。最戲劇性嘅就係啦，去到咗2026年嘅6月，佢都再次成為咗呢10年嚟第6位請辭落台嘅首相。佢犯咗啲咩錯呢？咁其實呢，施紀賢本身係一個人權律師出身，做到檢察官體系最高嘅職位，50幾歲嘅時候先轉行去從政。佢2024年帶領工黨大勝，靠嘅唔係熱情嘅政策理想啊，而係做一個好冷酷嘅選區精算師。佢對於政策缺乏真正嘅熱情同埋決斷力，佢唔係一個好真係喺政治行業入面好打滾嘅人嚟嘅。導火線就係呢，爆發咗震撼全英嘅曼德爾森人事案。施紀賢喺不顧內部國安專家審查嘅情況下面呢，指派前工黨大佬曼德爾森出任駐美大使。但曼德爾森呢，同已經身亡嘅美國性罪犯巨婦啦，愛潑斯坦呢，其實本身係有好密切來往啦，以及同一啲嘅獨裁政府亦都有啲好複雜嘅關係。佢基本上喺政壇嚟講，一早大家都知㗎啦。所以當愛潑斯坦案最新文件披露嘅細節嘅時候，再加埋一啲能源同埋移民政策嘅處理失當啦，迫使到工黨內部係
爆發咗強烈逼宮啦，令到佢最尾都喺2026年嘅6月22號呢，都唔可即係不得不宣布要請辭啦咁樣，都再次印證咗一個好殘酷嘅現實。施紀賢落台唔係因為英國冇辦法管治，而係因為佢做咗一啲好蠢嘅一啲嘅完全可以避免到嘅政治抉擇添咁樣。講到呢度，翻返一開始問嘅問題，英國10年嚟換咗6位首相，咁亦都已經有第7位啦。到底係個位太難坐，定係佢哋呢班友因為能力問題呢而做錯決定呢？咁樣嗱，回顧翻頭先所講嘅10年歷史，做個小總結。卡梅倫因為佢自己黨入面嘅豪賭而搞一個脱歐公投，文翠珊解決唔到黨入面極端派，約翰遜因為佢自己貪玩開 party 導致嘅誠信破產，卓慧思心急諗住淨係瘋狂減稅，差啲整死晒成個金融市場。辛偉誠因為逃避問題同埋一啲好蠢嘅政治手段喪失民望，去到施紀賢啦，因為佢嘅選區精算師嘅冷漠同埋致命嘅人事決定，去到急急嘅要落台。喂，其實呢6位首相嘅落台，全部我自己覺得啦，都係因為佢哋自己搞彎咗啦，而呢一啲嘢全部都可以避免嘅，就係呢。如果用翻啲電視劇嚟講，咪其實主角6次分手都分得好合理嘅。真正問題就係主角判斷力點解咁差呢？一直衰緊一啲唔應該衰嘅嘢呢，甚至乎愛上一個根本上唔應該愛嘅人呢。咁樣。嗱咁啊，呢10年嚟嘅一啲鬧劇啦，個出現率都高到令人幾可笑添嘅。但係咧，如果你唔換嘅話呢，反而呢。但係你問題係呢，你適當嘅時候去換走一個唔適合嘅人選呢，正正就係一個民主制度解決問題嘅方法，都反映咗民主制度入面嘅一個好處啦，或者叫做一個國家嘅衰退，往往唔係因為體制突然之間死亡，而係可能係有啲嘅政客因為眼前嘅選票同埋野心去做一啲好短視嘅妥協，一啲嘅決策，慢慢咁樣累積而成嘅咁樣。咁啊，今集入面嚟講就同大家回顧咗一下成個英國究竟呢10年嚟發生咩事，呢6位首相究竟佢哋點解咁笨？我哋係咪真係睇到出叫做係英國係咪冇得救呢？其實唔係嘅，但係問題係點解呢6位會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呢？好，咁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樣咁今日都同大家真係回顧咗成個英國呢10年嚟嘅首相之路，咁究竟變成點呢？咁樣咁啊，亦都係啦，大家有興趣嘅都喺下面留言講低你哋嘅睇法啦，咁樣亦都係啦，可以講一講就係，喂，如果你哋繼續都係覺得究竟英國嘅係真係好難做啊，成個首相位，定係佢哋呢班人比較蠢，去到影響即係佢判斷力有問題呢？咁樣。喂，你哋都可以講下啦。最真實嘅睇法就係你覺得施紀賢依家辭職其實合唔合理啦？如果你依家身處英國，喂，你對於當地嘅通脹啦、地方稅項啦，甚至乎成個醫療又有啲咩切身嘅體會呢？咁樣嗱，中意呢一集嘅朋友記住啦，可以 share 多俾多啲朋友聽啦。咁啊，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多謝晒。